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鸡卵，因为生产过量最近是大落价，落回17年前的计数，嘛是最近这4年来上俗的时阵。但是真侪民众拢无感觉，因为买早顿食外食拢无较俗。业者出面来背回，讲这个卵哦，确实有较便宜，但是其他的成本拢得起，所以也是无法度来调降计数。 鸡卵卡落前顶，买者人早起拢会来吃点卵，也毋过因为进前欠卵，所以鸡卵起价。想要加卵，爱个考虑一下。是讲你敢无发现，即摆的鸡卵计数已经降得个呀？蛋价有变便宜吗？目前来讲好像，有点无感。现在好像都15、20，像就是跟进可以就是顺着那个降价，然后跟着降价。鸡卵的计数这几年直直落。 台北市卵商工会公布上新的计数，鸡卵的产地价为每一台斤24块半，降到21块半；挂价嘛为34块，降到31块，已经和2007年同款，更加是创下4档来上价纪录。卵商的批发业者表示，零售价照理来讲，嘛是爱为40块降到37块。 也毋过民众所拢感受不到，不是只有单方面是蛋价的问题，因为成本是要多方面去考量。我们目前是15块，对啊，有可能有机会调到10块这样。要换一间店，得爱多方面去考量成本。虽然两价落得个，也毋过其他管不了或者是人力拢继续起，想要降价可能爱个观察。 也不过到底是什么原因，让人家那个这样呢？他们是说那个总机进太多了啦。目前大部分听到的消息都是产量过剩，可是你现在接近年底了嘛，禽流感高峰期，那我相信这个时候你要淘汰鸡也不敢淘汰吧。看到这波创4档来新价的鸡卵计数，工会嘛透过降价，希望会当刺激买气。啊那计数敢真正降会落来，业者敢会对你降价，和民众感受会到，这拢爱个继续观察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